继续来看这件恐怖的车祸，是透早6点外发生伫个台东市中兴路6段，一台这个拖车唔知安怎，并且弄入去路边的透天厝，弄一个实在太大力的，这个车头是卡伫个门口，拖车的驾驶喷飞出去，头壳撞到涂骹，当场死亡。 哇哎呦，变干呢？拖车自对向车道对路边冲过来，规台车失控并弹起，速度真紧，车身甲涂骹吹出大量的灰尘，涂骹搁落抓超过大色的粉浆，落尾是弄着透天厝才停落来。我就蹦一声，我叫啥物啊？爆炸！紧出来开门，紧出来看啊！车头直接弄掉大门，那半斤变形，甚至底盘落去，车头弄甲烂糊糊，完全看不出原形。 车道顶悬刷石的太空包也拉开涂骹，都知影这个弄了偌吃力，驾驶也当场摔出去车瓜。就是因为车速太快，从那个车前玻璃那边抛出来，刚好在车的前方那边，人以徒手方式把人给弄出，但是发现应该人已经死了。今日这早起6点外，拖车经过台东中兴路6段。 规台车向失控，车头往倒边去，那将透天厝的铁栏杆弄个歪去，出租的轿车也互弄个引擎挂翘起来，车头变形。在后面除网，听到嘣一声，我们想说地震了，奇怪，地震怎么后面没有什么动静，前面那么大声，所以我们就要出来看，就是不能出来，然后就从后门出来看。当时天才拍破光，最后一口罩也未出门，才闪过这检。 那35岁的驾驶早起3点对高雄出发，早起6点外经过案发现场，唔知是安怎失控冲动并车，因为驾驶无下安全带，规人摔出去救无回来。敢有超过上班时间低速疲劳驾驶，或者是车辆敢有故障，这拢爱等警方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